大家好，我係成人教育部思俊。我係莫婷，感謝大家積極參與第5期聖經問答遊戲成會，有84人次參加。喂，思俊，點解你個樣咁苦惱啊？今年我哋讀經營，誠邀陳偉嘉牧師做講員，地點係沙田突破青年村，諗緊點樣宣傳。成人教育部每年搞過啲靈修或者讀經營，年年都咁多人支持，唔使宣傳都爆晒額啦。係啊，過去幾年我哋都靈修營，分享靈修方法，今年有啲突破，會用讀經營形式去講 PI。哇，咁有突破，不如好似依家好興嘅盲盒旅行團，唔講出發地點，就帶你去馬爾代夫等地方，每次都有好多人參加。真係 good idea， 我靈感突然好澎湃，即刻諗到成個推廣香港第一屆盲盒讀經團，題目突破規限，從聖經看人工智能時代的信仰挑戰，日期2025年10月29日，地點高度機密，講員陳偉嘉牧師，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4時，報名詳情容後通知。多謝你嘅 idea， 下禮拜開職員會，部長實讚我叻仔，哈哈。唔好咁多口水啊！我哋今日好高興邀請杜家輝傳道去同我哋分享箴言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嚟揀咗一段經文係箴言5章1至6節。喺呢段經文裏面咧，俾我哋睇到呢個世界咧，其實都係有好多情慾上嘅誘惑同埋罪。因此咧，作者咧都係喺當中去提醒我哋，就係我哋要小心，我哋要警醒。所以咧，呢段經文希望都成為我哋彼此之間嘅提醒啦。喺情慾上嘅誘惑、情慾上嘅罪，其實咧裏面係一個普及性嘅，即係話當中咧唔好特別話講緊邊一類人、邊個群體或者咩性別特別會陷入誘惑或者罪嘅裏面。過去我哋睇新聞又好，或者我哋身邊嘅人都好，我哋都會睇到呢啲嘅罪其實係會發生喺一啲社會嘅知名人士，又或者喺我哋附近嘅家庭。甚或咧，有時我哋會形容即係有一啲性嘅醜聞，其實係會發生喺學校嘅裏面，甚或發生喺教會嘅裏面，係冇分教會內外，佢係唔係基督徒，係男定係女，甚至係年少到年老，並唔係話精力旺盛先至會出事，係有一個普及性。而喺呢個普及性嘅裏面，再引申，佢都係帶嚟一個嘅摧毀性。講緊呢啲嘅誘惑，呢啲嘅罪係會讓到聲譽被破壞，甚至講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被破壞。講緊咧係帶嚟可能人嘅群體，甚至係人嘅家庭最親嘅人帶嚟一種嘅摧毀性。更加係講緊今日人同神嘅關係帶嚟一個破壞。我諗起另外一位家輝，但係張家輝，我估大家都認識。我好記得咧，曾經睇過一段片咧，就係一個訪問嘅裏面，張家輝被嚟到問咗一個問題，就問佢你有冇諗過會出軌啊？咁咧，我記得喺嗰個訪問裏面，張家輝就話：梗係有啦，點會冇啊？咁之後佢又開始解釋啦，但係你咁至得㗎？其實隨之然佢之後就講到，你諗下即係當如果你咁做嘅時候，其實帶嚟就係家庭嘅破壞、事業嘅失去，甚至佢過去好努力一路所建立嘅嘢都冇晒啊！即係如果咁樣計嘅話，值得咩？係啊。咁當然我分享呢位張家輝嘅例子咧，並唔係講緊佢所講嘅就係至理名言，亦都唔係話佢講嘅先係真理，而係帶出佢講嘅嘢好真實啊！就係會帶嚟一個嘅摧毀性，而喺當中咧係講緊人可能會忽略咗第三樣嘅分享，就係一個可怕性。因為今日人好多時咧會好聚焦自己想要嘅嘢，有一種嘅個人嘅主義。有時呢一種情慾嘅誘惑，呢啲嘅罪，其實係會被社會、被世界所輕視，而當我哋去輕視咗之後，其實裡面呢啲嘅罪、呢啲嘅誘惑就係會越嚟越猖狂，而更加就係高舉緊嗰一種嘅個人主義。所以我相信咧，呢段經文其實都係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提醒，就係我哋今日真係好需要去警醒。如果我哋一旦唔小心嘅話，
今日我哋嘅生命都係會帶嚟一個嘅摧毀。因此咧，喺呢段經文箴言5章1至6節，俾我哋一個好好教導同埋提醒。我哋先去睇呢段經文嘅3至6節啦。喺3至6節裏面，經文講到，因為淫婦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，字中卻苦似茵蔯，快如兩刃的刀。喺幾節嘅裏面咧，佢講到淫婦淫婦咧喺裏面嘅意思咧，其實係特別講到外來嘅女子。但係咧，呢個佢唔係特別係講緊只有女子，其實咧呢個佢係講緊婚姻以外一切嘅人，即係話當中係包括咗男女，甚至係陌生人，講緊一切情慾上嘅罪。所以呢個淫婦係講緊我哋要好小心、好注意呢個咧係婚姻以外嘅。但係唔好唔記得一樣嘢，因為今日神所喜悅嘅關係係點啊？聖經話俾我哋知道係一男一女、一夫一妻、一生一世。所以咧喺婚姻以外呢啲嘅關係帶嚟情慾上嘅誘惑同罪咧，我哋真係要嚟到好小心，要注意，要嚟到去避開。但係淫婦係點咧？經文又接住講到淫婦嘅嘴係滴下蜂蜜，蜂蜜係甜嘅。一般嘅人我諗都會中意嗰一種嘅甜味啦。呢種嘅甜就係彷彿帶嚟一種嘅快感，讓人可以去忘卻呢個嘅痛苦。之後又講到佢嘅口係點咧？係比油更滑啊！有一句説話唔知大家有冇聽過，把口啷過油。佢嘅口咧就係會嚟到去取悅人嘅，但係取悅人嘅目的就係讓到人去站不住腳，會將人一路所堅持嘅道德界線嚟到被模糊化，去降低咗自己嗰一種嘅危機意識。特別如果講緊今日我哋作為神嘅子民，我哋對神嘅説話，我哋喺唔同嘅處境嘅裏面，或者我哋喺教會嘅裏面，當我哋被模糊化咗呢一種嘅道德界線嘅時候，其實好危險，好危險，就係一種咁境況，比油更滑。但係帶嚟嘅係點呢？帶嚟嘅係一種苦似茵蔯，快如兩刃的刀。茵蔯咧其實係迦南出產嘅植物，佢嘅特色係點咧？係苦嘅，比喻嗰一種嘅苦。呢種帶嚟嘅傷害唔單止苦啊，而更加係帶嚟一種關係上嘅傷害，就係快如兩刃的刀。唔單止係對人嘅傷害，對自己都會成為傷害。所以呢一種嘅關係好似蜂蜜咁甜，亦都係令人站不住腳，模糊咗我哋本身所堅守嗰種嘅界線。好似咩呢？就好似一種嘅糖衣毒藥，表面嗰陣係甜嘅，但係裡面係苦嘅，更加係帶嚟傷害，就好似一種嘅慢性毒藥。最終咧就好似5至6節所講到，他的腳下入死地，他的腳步踏住陰間，以致他找不到生命平坦的道，他的路變遷不定，自己還不知道。喺講緊呢個淫婦即係婚姻以外嘅關係帶嚟呢一種嘅傷害，最終係點啊？最終經文就係講到人仿如就係佢唔再理會生命之道，佢執意而行，最終係走向死亡。所以咧呢個咧係作者俾我哋睇到裡面，當如果人去陷入呢一種嘅誘惑、呢啲嘅罪嘅時候，最終就係走向死亡。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翻去第1至2節，因為呢個其實正正就係一開始作者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提醒。佢講到我兒啊，要留心我智慧的話語，側耳聽我聰明的言辭，為要使你謹守謀略，嘴唇保存知識。喺呢度有一種好為父嘅心腸，就係咩咧？你要小心啊，你要醒啊，因為我好相信。作者喺呢度所講緊呢啲嘢咧，我哋唔係唔知，即係有時我哋忽略咗嗰種嘅可怕性。我哋喺經文裡面咧有啲字咧，我哋可以留意㗎，就係講到留心啦、側耳啦，我哋要緊守啦，我哋要保存啦。因為喺呢一度
就係講到我哋係有方法嚟到去堅守嘅，就係要透過留心、側耳、謹守去保存呢啲方法，叫我哋喺真道上面繼續不偏離左右，讓神嘅真理成為我哋心裏面嘅力量，我哋繼續走喺正路嘅當中。今日揀呢段經文，其實都係自己，我諗喺呢幾年裏面一個好大嘅體會。特別自己做青年人嘅工作，有時咧喺網上咧見到喺呢一類嘅資訊咧係好多好多。有時會覺得哇，其實呢啲嘅資訊唔單止我睇到嘅，甚至我都會想像到，其實年青人都好容易睇到。但係呢啲資訊究竟帶俾佢哋係一種咩嘅價值咧？成為咗一種對佢哋嘅文化越嚟越去普及。有時諗到呢一度，我都會覺得其實今日我哋真係好小心。好盼望今日揀呢段經文都係成為我哋弟兄姊妹之間一個彼此嘅勉勵。願主祝福大家。多謝家輝傳道愛讀箴言最後一期終極大挑戰，在5月20號起開始。今期範圍包括箴言第1到31章，有20條題目。大家記住踴躍參加，最後一次終極大挑戰，再見各位。